白说。妈，你千万不能烧啊！这是我3年的心血。干什么呢？准备高考作文。嚯，流浪的心，小说，还是长篇的呢。刘晓东，怪不得这段时间你学习成绩在往下滑，原来你背着我在写小说。刘晓东，你说说啊，我要不把这个烧掉，算我白说。妈，你千万不能烧啊！这是我3年的心血。3年，你就是30年也不行，不该你做的就得烧。妈，我求求你了，我以后不写了还不行吗？东莞，听你妈话，你妈不会烧你小说的啊！你妈说怎么做，咱们就怎么做，快点，快点！我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背着我在这写小说。你说，怎么反？下次考第1。还有呢？还有，报考理科志愿。这可是你说的。我告诉你，刘晓东，只要你这次考试不拿第1，看见没有？我全都烧了。哎，你们都听明白了啊？你们4个啊，翻墙过去，里头有2个保安在乎，全都红头发。等我们进去，再把大门锁上，再等个把钟头，他们肯定来。他们想进去，门也没有。对，哥几个，咱们站脸谁都不许怕，他们欠咱们3个月工资，明白吗？上！好。喂？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别急，稳住，我马上过去。老板，你可来了！哎呦，老板，不行啊！我跟里边都说破大天了，就是不让我们进去。里面的人，你们听着啊，你们这样做是犯法的。我告诉你们，我现在有这个厂里的一切合法手续，所以现在请你们马上把门打开。你少来这套，什么合法手续？你还欠我们工钱呢，老子让你们干不成。不就是工钱吗？你现在马上把门打开，我补发给你们。晚了，有事明天再说吧。我双倍的给你们补偿。好啊，让我们先给你补发。到。烦了你们了！报警，马上报警！老板，现在千万不能报警，那样会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了。反天了你们！喂，谁呀？哦，莫董。什么？简直反了天了！你别着急啊，我马上过去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老胡子带领一帮人占领工厂，不让搬迁，我去看看去啊。哎，等等，我也跟你一块去。谁弄的？你怎么来这里呀？这儿不是你来的地方。别上，我来解决，我来解决。我是刘大为啊，
快点开门吧！刘大为是谁啊？我们不认识。不认识呀，我们不认识。好，你不认识是吧？有认识我的，这都是咱们的人吧？对，大家听我的，出了事情我负责。上！等一下，师傅，大家都下来，大家下来！你怎么来了？你干什么呢你？要把事情搞大呀！胡师傅，哪个是胡师傅？是田厂长吧？啊，对。哎，让田厂长进来。好，哎，胡师傅，你说您这么大岁数，你怎么跟着在那胡闹呢？人家已经把工厂都买下来了，你说把事情再闹大了，那怎么办呢？田厂长，你是不知道的，他们也太欺负人了，事先不通知一声，叫来几个保安，就把我们都轰走了。那您也不能这么闹啊！你说事情闹大了怎么收场啊？那你说咋办呢？赶快把门给人家打开，赶快回去吧。他们还欠我们半个月工钱呢。就是啊，还有半个月工钱呢，哪能这么走？那咱这么着，我负责给大家要回来，好不好？那好，咱们听田厂长的，撤。好。哎，你们都听着，这是看在田厂长的面上，要不然你们休想。走。哎，谢谢师傅。哎，好，胡师傅慢走啊。哎，慢走，大家慢点，辛苦了啊。大家抓紧开始，我送董事长回家。走了。走。不行，你凭什么送他回去？老胡子哥把他浑身浇透了，他又没带司机，我送他回去，马上就回来。那也不行，你怎么那么贱呢？你呀，我也不是说你小肚鸡肠。他要是这样回去，就他那脾气，他肯定到公安局去告老胡。你愿意公安局把老胡头带走啊？因小失大，你懂不懂？走啊，这个有什么好看的？我们小时候不都玩这个吗？哎，你想玩啊？我觉得我就像这陀螺，抽我的人就是我妈。小东，你为什么总爱看夕阳呢？